每一個平日嘅早上，相信大家都需要一杯醒神咖啡。杯咖啡仲要香氣4日嘅，淨係聞已經令人精神為之一振。我哋精選香醇為大家提供嘅掛耳咖啡，唔單止提神，仲香氣濃郁，令你一試難忘。今日同大家介紹我哋2款掛耳咖啡。首先係熊貓仔巴西口味咖啡，佢來自巴西，佢係中貝日曬咖啡，佢平衡堅果、杏仁、奶油味道。熊貓女來自埃塞俄比亞，佢散發出藍莓、葡萄、佛手柑及芒果香氣，入口可感受到濃郁藍莓果醬、草莓伴隨着蜜桃軟糖風味，中後段浮現雞蛋花、佛手柑及葡萄氣息，甜美多汁，餘韻綿長。我哋嘅掛耳咖啡有熊貓仔、熊貓女同埋混合版，3款都有4包裝同8包裝，大家可以到網店 https://pekingdogbrew.baotier.com/ 選購或 WhatsApp 50753029購買。當然亦非常鼓勵大家親臨我哋尖沙咀金時商業大廈103號鋪精選香醇選購，新章期內大家親臨實體店打個卡，可獲1份紀念品，希望見到大家。